來看這囡仔要請人顧，一定都愛特別細膩。在桃園5月19日的時陣呢，是發生這非法托育的這個案件。在10坪空間收20個嬰仔，而且閣互無牌的教外一個人士來甲照顧，這是引起社會關注。拜四一寡托育團體是開記者會，講這政府對合法的機構呢是嚴格來監管，也毋過針對一寡這地下這個托育團體，煞是管袂到，顛倒是造成制度的空隙。桃園5月19日查到一件非法托育案件，報告10坪空間刷收20個嬰仔，互無牌的領母甲外籍人士做伙顧，而且這個業者今年3月已經互人查到違法，煞閣搬厝繼續非法收托。這件代誌嘛引起社會重視。拜四有托育團體開記者會抗議，質疑政府開放外籍看護照顧囡仔政策無完備，才會出現管理的空隙。外國人會使來傳阮台灣的囡仔，絕對是無問題。重點是你一定愛合法，你一定愛是合法。另外一個就是環境，就是你的環境袂使是安尼租一間10坪的套房，這無可能，因為你咧設立托嬰中心也是幼兒園時陣，攏應該合法。民團嘛講，這幾年政府對合法托育中心的監控愈來愈嚴，包含愛設監視器、評鑑等等。不過高風險的托育場所，卻因為今賣法規有限制，欺詐權限，顛倒管袂到。公務人員不能進入非法黑市托育，因為這是私闖民宅，這個法律真的是對的嗎？第二個，濫用外籍幫傭，就是這個叫做非法用到許可外工作了，這個問題可能也會很大。對，勞動局可能要加入這個聯合稽查。民團批評政府對合法的管甲嚴嚴，非法的托育場所登記無人掠、無人管理，特殊政策當批評。民團呼籲政府應該加強查緝非法托育，主動介入高風險家庭，賣檢討托育資源的分配。若無未來恐驚愈濟家庭轉去地下托育，造成愈濟囡仔安全受到威脅。記者吳正陽、林旭凱台北報道。